一口说尽千古事，十载半烟百万兵。真个少年人无啥会晓讲台语，只需用台语做口碑报地戏，那就爱面对传承的危机，也爱失去真侪观众。文化部就特别拜托报地戏界人间国宝陈锡宏艺师修西亚传功夫，希望报地戏这项技艺会当继续流传落去。传统的这个奖状鱼哦，真少，对。啊，真少我看讲安尼，咁要消失去啊，咁要无废下就对啦。对啊，所以讲我从安尼79岁吼，我另外我落去奋斗就对啦，对，落去分咱这传统的物件，对。啊，你若无传，后摆无伊啊，放弃。乃是仙家之宝，高香亮，太罗天仙让这个主心骨。今年90岁的布袋戏大师陈锡宏，因为烦恼台湾的掌中戏将要消失去，伫79岁的时，搁再成立一个新的剧团，希望甲规世人的功夫，拢教予特别来拜师学艺的师仔。拄啊文主有开这个人间国宝的艺生计划，所以我来考试，我就来考试这个计划。因为咱伫中南部学的方式较无共款，啊老师咧学的较古老、较传统，伊有一寡骹步手路，甚至个文武病前后场咧做的方式，我希望说取各家之长。从细汉就对老爸在做布袋戏的王英俊讲，伊来做陈锡宏的艺生，就是甲家己当作是白纸，希望未来出师了后，通结合欧洲的口碑和完整的骹步手路，甲咱把两派优点扣合做伙。老热的八卦走落去，好戏准备起鼓，不知个戏做了更较精彩，无人会晓欣赏，也无较抓。所以台湾的传统戏曲，即阵也拄到一个上大的挑战。传统戏剧呢，上界严重的问题是，即马真侪少年朋友呢听无台语，啊，伊若听无台语，伊当然袂去看歌戏啦、布袋戏啦吼，啊，更加袂去什么啊，重视这个布袋戏、歌戏的这个表演艺术啦吼，啊，所以讲。语言呢，其实是咱即马爱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吼。看戏嘛爱栽培啊，对。咱搬戏嘛爱栽培啊，双方面拢爱栽培啊，对。啊，要无咱讲文言语无人听有啊，听啊无就对。啊，听啊无啊，咱来先介绍。布袋戏吼，你若搬国语的吼，无拢听无下就对了，无下咱这布袋。做布袋戏唔但爱顾红啊，搁着讲口碑。所以台语和布袋戏其实是相牵连，也会使讲是布袋戏的根。啊，民间艺术愿意甲因年久月深的功夫，无头壳部，拢要传予后辈。也是希望台湾的传统文化通保存落来，未来会使继续开枝散叶。记者李定张玉水台北报道。